中意推你個女落火坑係你嘅事，但係唔係我哋大部分在座家長嘅事。嗱，絕對唔係講緊呢件陳年往事，但連佢哋都要嚟立法會講兩句，你就知係大件事啦。我最中意打籃球，但係已經冇時間再打，仲要溫習。潘小朋友你讀幾年班啊？3年班。小學3年班。小學雞上立法會反 TSA， 係咪罷課先心死啊？我曾經喺港鐵見到一張係政府宣傳嘅海報，裏面話每個小朋友最少每日一定要有1個鐘頭嘅運動時間。淨係總個宣傳有咩用呢？希望各位長輩可以真實去做啲事情去改變。多謝大家。哇，真係長江後浪推前浪啊！撲埋之鋒年紀最細嘅立法會發言記錄。魏音，你每日有冇做運動㗎你？都冇時間做運動。佢哋尋晚仲要開夜車趕功課，喊出嚟嘅陰公，哪有時間啊李老師？咁成班小學生同家長禮拜日有假唔放，都要嚟講下對 TSA 嘅意見。你班高官俾人唞下得唔得啊？等下唔得掂，竟然飛咗去玩，留翻個副局喺度受把。我哋晚晚掙扎到晚上11點先瞓覺。有一晚我仔喊住咁問我出生嘅意義係乜嘢？係咪就係做功課？我細仔呢，即係做緊 K1 啫，咁佢就好輕鬆咁樣睇下電視。我仔呢都投訴，點解佢可以睇電視，我要喺度做功課？所以我希望教育局可唔可以盡快馬上取消呢個殺人工具 TSA。仲有校長踢爆，教育局口講 TSA 唔重要，事實係年年都派人嚟學校關注下 TSA 嘅成績。但係楊副局竟然話係第一次聽到，又唔奇嘅。公聽會開足9粒鐘，佢回應親都話自己係門外漢，要翻去俾專家研究下，先決定係咪叫停 TSA 話。不要小三 TSA。唉，教育局唔識教育，唯有自己仔女自己救啦。有家長同我哋講，話大埔區至少3間小學，大約60-70個家長，計劃喺下個禮拜罷課3日。如果當局都係唔理，唔排除繼續罷課，甚至罷考來年嘅 TSA 啊。